南投这间做面手，于1930年代开店甲打，第4代头家蔡明友6年前因为老爸身体无拄好，甲手头当咧发展的事业放一边，顾老爸较大天，转来故乡接老爸店，嘛甲在地农产品结合做伙，伫咧网络卖甲真抢市。 罗曼蒂克的桥仔色来斗搭翠绿的青色，也有即个青笑的柑仔色，再来甲搬做一縷一縷的即个彩色大面，面头整齐甲摆好势，甲放咧厝尾顶咧晒日头，伫咧空气内底，阁会当闻到即个薄薄的即个麦仔香的香气。即个亲像马卡龙的梦幻色彩，实在是真成人。即个大面有5花10色的色彩，这色料拢全是用即个天然的食材做的。 这间面厂就伫咧南投朴实的这个德山小镇，从1930年开业到今，过去敢若生产油面、外省仔面，这个青的大面，一直传到第4代蔡明友的手头，就开始有变化。伊来结合这个在地食材，研发出这个无掺一滴水的彩色面条。这个彩色大面生产的过程实在是了时佫够工。 要做出这款真有 Q 性，阁袂伤过头软烂的大面，蔡明友和因老爸蔡岳芬做伙咧烂面赶工。其实伫6年前，这间面厂也是老爸咧经营的。不过，事当时老爸健康出问题，嘛唔甘讲这个长辈的心血安尼甲放互趴远去，所以蔡明友才甲伊手内当咧发展的事业甲放落去，转来故乡甲大面的事业甲接落来。我之前毕业就开始在夜市做创业。 之后大概创业的3到4年的时间，之后才接到就是爸他身体不舒服的消息，才回到竹山这边接这个老面厂。那一开始是没有这么快想要打算回来竹山这里做这个家业啊。 这个捆好的大面，就要随甲塞去外口，予日头晒2、3天。不过打开始的时阵，蔡明友甲这个日头晒的大面想甲伤过简单去呀，因为这个大面的水分无甲准则好势。若是讲晒伤久，也是讲无够久，大面就较会长去，也是闭去，袂当咧考验。我们每天都会来看一下，就是面条晒的状况，因为可能天气它虽然有太阳，可是它空气中有水分还是有湿气，面晒的品质就不会 一样，所以我们就会来看一下，就到底面它晒出来它会不会断啊？它的韧性有没有够啊？所以我们大家就把面拿起来这样稍微压一下。虽然这个初期状况真济，不过蔡明友嘛唔是讲步步拢家己来，伊阁找伫咧台南做护理师的阿姊蔡培芳，转来斗3工。因阿姊嘛认同小弟的看法，要来改造这个老面厂的决心，无考虑偌久，伊就随甲答应落来。因为那个时候弟弟有说，就是他要走转型。 那他要从传统的产业把它转型成网络通路这样子，那个是比较需要自己人去帮忙啊，所以我们才想说，不然就下来帮他这样。蔡明友甲蔡培芳做伙来拍拼，突破难关。老面厂嘛，因为有因姐弟2个人安尼相敬相挺，就亲像这5花10色的大面同款，互面店顶升换装来整做这个青笑的色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